母親節就嚟到啦，我都未諗到有咩可以送俾媽咪啊！我哋都係啊！哦，原來係咁。咁你之前點樣做㗎？我就係同媽咪講母親節快樂，年年都差唔多啊。我想今年特別啲啊！哦，我有個好主意啦，我哋可以訪問全校嘅同學，收集大家嘅母親節慶祝點子，咁樣唔單止可以幫到你揾到靈感，仲可以讓多啲人一齊分享愛啊！係喎 ，Let's go！ 母親節快樂 ，Happy Mother's Day！ 母親節會送玫瑰花俾媽咪。母親節快樂！我會整個蛋糕俾媽媽㗎。母親節我可能會帶我媽媽去行山咯。母親節快樂！我母親節會同我阿媽出街，然後幫佢買啲嘢，然後咧同佢行街影相。我試過用顏色紙嚟整花送俾媽媽。母親節快樂！母親節快樂！耶！母親節快樂！咁喺母親節嘅時候咧，我會送呢張卡俾阿媽，即係頒獎俾我哋咧寫落去啦，跟住我寫完啦。母親節快樂！母親節快樂！媽媽愛你！耶！母親節快樂！母親節快樂！今日係母親節，我祝願天下嘅母親青春常駐，身體健康，母親節快樂！